Hello，歡迎大家返嚟靈光一閃嘅頻道，我係 Karen。今日咧就想同大家講一講高靈如果想要傳信息俾你嘅話，會用咩方法呢？咁樣我就會細細數幾個方法同大家分享一下嘅。話說咧，其實高靈咧都好與時並進嘅。咁我哋大概呢排接收開咩信息呢？佢就會用啲咩類型嘅信息嚟同大家溝通嘅。第一樣嘢呢，就係電話啦。講真，大家係咪成日都會攞住部電話撳嚟撳去呢？又或者係聽下 YouTube 啊，睇下影片啊，睇下Facebook、IG 等等社交媒體。喺呢個時候，如果高靈想要傳信息俾你呢，就會使用呢一啲類型嘅一啲平台啦，可以令到你睇到佢哋想要講啲咩俾你聽啦。例如話呢，我會見到我比較鍾意睇一啲塔羅嘅大眾占卜片嘅，特別有一種特色呢，就係有時候我碌 YouTube 嘅時候呢，我見到某一個嘅影片封面呢，我可能未必係嗰一下呢會想睇嗰一條片嘅，尤其是某一啲作者我從來未 click 過入去睇啦，咁就算佢都係塔羅嘅大眾占卜都好，我都未必會睇嘅，因為大家都知啦，依家嘅大數據推送呢，佢係類似嘅影片都會推送俾大家㗎嘛，但係呢，高靈同時都會利用大數據推送呢一件事㗎喎。咁我就發現呢，有時候如果有一條影片，佢曾經試過我見過佢已經3-4次啦，咁我呢就比較肯定呢一條影片一定係高靈想要我去睇嘅，咁我就會 click 入去睇究竟係點啦。當然啦，呢個時候大眾占卜呢樣嘢呢，大部分都會叫你3揀1啊、5揀1等等，你嗰陣時就要使用直覺去揀返。究竟你需要嘅係邊一個 part 嘅嘢呢？究竟係 A、B、C 邊一 part 嘅內容先至係適合你嘅呢？等等，咁大家要去試下使用少少直覺。咁呢一個推送方式呢，大部分都係高靈會推送返俾一啲直覺用得好一啲嘅人嘅，因為起碼佢 A、B、C 佢揀到啊嘛，佢會知道大概邊一 part 係自己㗎嘛。唔係嘅話呢，高靈就會俾一啲會將條片由頭睇到落尾嘅朋友嘅，咁嗰啲呢，佢就真係唔會驚你揀 A、B、C 邊一個啦。但係呢一個係叫做高靈非常之容易使用嘅一個方法啦，去令到你可以知道自己需要啲咩資料啦。當然除咗話大眾占卜之外呢，仲有其他類型嘅影片嘅，呢啲影片係完全唔需要話係要有啲咩直覺嘅。例如話你最近覺得自己有拖延症，跟住自己諗下點算好呢？我又冇乜動力喎，咁跟住你無啦啦呢，就會喺影片 YouTube 啊，又或者係 IG 啊，碌到一個拖延症嘅成因啊，建議解決辦法等等。呢個呢，大家有時候會話肯定係部電話偷聽我講嘢，但係可能係高靈推俾你嘅喎，所以呢，大家可以試下開嗰條影片或者係嗰個資料嚟睇下嚟聽下啦。第二個方法呢，其實我覺得呢個可能依家比較少人會用呢種方式嘅，但我覺得算係一種比較傳統而且常見嘅方法啦，就係呢。有一啲嘅朋友，佢哋會有自己嘅宗教信仰，例如話基督教啊、佛教啊，佢哋咧都會有自己嘅經典嘅，聖經、玫瑰經、佛經，又或者道德經類似之類咁嘅經典啦。咁呢一啲特別適合於宗教人士啦。如果冇宗教信仰嘅咧，亦都有可能咧會喺一啲其他類型嘅書嗰度見到。例如話去圖書館嘅時候，會俾某一類型嘅書、某一本書吸引，跟住就打開佢嚟睇啦。呢啲其實都係高靈啦、天使啦、大家嘅神啦等等，係想要我哋知道嘅信息嚟嘅喎。當然啦，有一時候咧，有啲嘅
書籍或者一啲經典呢，佢個內容好多嘅。咁我哋有困難有疑問嘅時候呢，可以用一個方法呢，就係喺個心入邊諗下最近面對緊嘅嗰件事。咁跟住之後呢，就雙手一打開咗邊頁就睇邊頁。睇完之後呢，你有可能呢會解答到你某一啲嘅問題嘅。呢一個呢，我記得以前有一本書呢，個名叫《答案之書》嘅。咁佢個內容呢，其實就每一版入邊有一兩句子呢，係好似答你問題咁樣。其實佢都係用咗同一種道理，都係用一個高靈嘅傳遞信息嘅方法啦，去令到你可以知道究竟你最近需要嘅 message 啊，需要嘅解答係啲咩類型嘅。咁大家可以試下參考下用下啦。咁呢啲呢，就自己個人靈修又或者個人感覺遇到困難嘅時候，想要自己解決嘅話呢，係一個好好嘅參考嘅方式。第三樣嘢呢，就係去同朋友傾偈啦。我試過有一啲嘅體驗呢，就係同朋友傾偈嘅時候呢，會喺對方嘅話語入邊呢，聽到一啲自己需要嘅信息㗎喎。當然啦，你亦都可能係嗰個傳遞信息嘅人，係由你自己嘅話語講一啲對方需要嘅信息俾佢啦。咁樣我其實都遇過好多次㗎啦。咁呢，有時候啲朋友都話：哎呀，聽完你咁樣講之後，覺得成件事個睇法完全唔同晒啊，所以呢，就覺得好有用。呢個可能你哋兩個之間嘅相遇，又或者係約咗今日要傾偈呢件事，本身就係一個係靈魂上面嘅安排嚟嘅喎。因為就係要藉由你嘅口去傳遞一啲信息俾對方，又或者藉由對方嘅話語去俾一啲建議你。咁啱得咁巧，嗰個人就係一個最佳嘅傳遞者啦。甚至乎呢，有一啲情況非常之得意。我試過一個情況呢，就係我講咗有一啲嘢同對方講完之後呢，佢就講咗一句：啊，你講嘅呢一句，我覺得真係好啱用，啱啱好係可以解答我依家心入邊嘅問題。下一刻呢，我就諗啦，咦，我剛才究竟講咗啲咩呢？我竟然唔係好記得自己之前嗰1分鐘大概講咗啲咩喎。當然你可以話其實係我自己記憶唔好，我自己失憶咁樣啦。但係其實呢啲呢係好正常嘅現象嚟嘅喎。我哋可以話呢樣嘢叫做講嘢唔經大腦啊。但係點解咁講呢？係因為其實收高靈信息呢樣嘢呢，雖然話嗰個天使或者係高靈佢想要將個信息俾你，但係你未必接收到嘅喎。佢要透過別人嘅口嚟同你講嘅喎。因為呢，接收高靈信息呢樣嘢呢，其實都係要有少少嘅練習同埋某啲嘅天分嘅。即係話，如果你本身個通道塞咗，你接收唔到嘅話呢，咁高靈俾更多信息你呢，你可能都視而不見。咁呢個時候，如果你身邊有一個朋友，佢個通道比較通嘅話，咁呢，佢嗰個信息就會直接由個通道嚟到去自己嗰把口嗰度就噏出嚟講俾你聽係乜嘢㗎啦。但係呢，就未必經過個腦嘅，因為佢收到嘅信息呢，並唔係透過佢嘅邏輯思考組織出嚟嘅，佢只不過係接收同埋發放出去啫。所以佢係有時候係唔會記得自己講過啲咩，係正常嘅。但係因為有呢件事，有呢個重新地回憶呢件事呢，就更加深地去了解呢樣嘢。呢個信息係的而且確唔係簡簡單單嘅信息咯。佢可能真係一啲天使或者係高靈想你知道嘅一啲信息嘅。咁今日嘅內容呢，就差唔多啦。希望呢啲嘅內容呢，都可以幫助到你。如果有煩惱嘅時候，如果需要有一啲解答，有一啲建議嘅時候，應該有咩方法去得到你嘅高靈嘅指引呢？咁如果覺得呢條片有用嘅話呢，就可以喺下面 like
同埋 subscribe 留言話俾我知有冇用啊之類啦，又或者可以講下你下條片想要聽啲咩內容等等嘅。咁今集嚟到呢度啦，拜拜。